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！平安！又到恩典时刻，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。尤其在疫情中，我们要更多来到神的面前，在他面前祷告，在他面前与他亲密。神非常的期待，也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寻求神。所以历代志上16章的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名。好，我们要时常的寻求神的面，我们寻求神的能力。寻求就是让我们定睛于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就会为我们预备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丰富给我们。期盼我们今天晚上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志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他说：我愿意紧紧跟随你。我们愿意紧紧跟随神，透过这样，神保守我们十分平安。诗歌我心紧紧跟随你，我们一起来唱，一起来赞美。跟随你，等候你。
谢谢你时刻保守眷顾，也因着你，我们更认识你，得到你的智慧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今天晚上恩典时刻的祷告会，我们能够一起在线上与弟兄姐妹们寻求你的面，聆听你的声音，学习你的话语，也借着你的话语的能力，让我们更亲近你，与你亲密，愿意在生命中紧紧跟随你，凭着信心与主同行，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充满你的同在。是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将晚上的聚会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。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唯有你是全能真神。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，我们夫妇敬拜你，颂赞尊贵荣耀谦虚，都归给你，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颂赞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颂赞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上周我们结束用神的话语祷告的分享，今天我们再说，让自己的祷告生命提升，是说我们如何在祷告的层次上提升，或是说突破。圣经神的话告诉我们，祷告是一种需要持守和持续的操练，并且是属灵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17节，不住祷告，台语讲就祈祷无煞。不住祷告这句经文，帮助引导我们胜过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每一个挑战，并克服仇敌。为了要阻止我们在基督成长所设立的每一个障碍，重要的经文，撒旦的计划始终就是要使我们在祷告应许之前就退出。为此，当我们抵挡撒旦攻击，面对挑战、祷告灰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取得突破，让你的生命能够超越魔鬼的所有的伎俩，让我们的祷告生命超越魔鬼在我们生命中的阻碍及一切困难。我们如何突破呢？第一，借着神的话语。
前几周我们特别提到用神的话祷告，所以借着神的话，使我们重新得力，刚强起来。但是事实上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的生命里都可能会感到有一些的拦阻，或是限制，甚至于几乎瘫痪，要放弃了。现在我们透过几段经文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的28节，我们一起请：我的心愁苦而消化，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。第二段也是诗篇119篇的25节，请：我的生命几乎归于尘土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 25节这里说，我的生命几乎归于尘土。台语会讲，我的性命卡条伫土粉，我的性命卡条伫土粉，归于尘土。这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困难。然后他又说，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。台语说，拯救我，救活我，拯救我，救活、拯救是复兴的意思，把我再一次复兴起来。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人生中的生命愁苦，真的让我们很难能够克服。但是因为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。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119篇的116节，请：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。还有149节的 B， 请：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。还有159的 B， 耶和华，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。好，我们还有一段经文很重要，119篇的105节，请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使人的在黑暗中，它照亮我们，也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所以神的话就是人生的引路人，神的话语如光照耀人生道路。其实诗篇119篇整篇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，人因着神的话语而存活。所以很长的经文里面一直谈到，我们要遵守神的话，我们要依靠神的话，我们要爱慕神的话，同时我们更要顺服神的话。所以诗篇119篇提醒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当喜爱神的话语，我们再一次来遵守神的话语，依靠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就会活在神话语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的乐福，我们才能够突破生命的困境。同时凭着神的话语加添我们信心，以神话语作为我们祷告的力量，也同时透过神的话语祷告得应许。尽管我们已经得着许许多多神话语的浇灌，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神话语里面一定要做的顺服神的话，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依靠神的话语顺服它，成为我们祷告的力量。第二，我们开口赞美敬拜神。诗篇119篇的164节这么说：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7次赞美你。113篇的第3节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应当赞美的。我们在诗篇好多篇，比方说150，就告诉我们当击鼓跳舞，用丝弦的乐器，各种的乐器
我们当高举我们的双手，一起来赞美耶和华。所以诗篇的117的第1到第2节说：万国啊，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；万民啊，你们都当称颂他，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，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开口赞美，敬拜神，让我们的全人在神里面来仰望，来称谢，来赞美他，直到神的力量、神的能力降临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敬拜、赞美会带来神的同在，会带来神的能力，会带我们进入突破性的祷告。刚刚我们有唱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，是我们喜爱的诗歌。每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心中必定激起敬畏、颂赞神、尊荣神的心。我们的心一定有一致，我们想高举神的圣名，在诗歌中体会到神的伟大、不变的爱、能力与我们同在。事实上，我们大多数都需要在生活或是许许多多的层面来有所突破。比方说个人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学业，甚至于你的情绪。那么什么叫做突破性的祷告呢？突破就是破碎，是瞬间猛烈之力将物品敲碎，把它分散。同样的，突破性的祷告就是对阻挡我们的事物产生冲突时，那突然之间强烈的瞬间的把它击破、破碎它。所以突破性的祷告必须坚持不懈的进行，直到我们所求的显明出来。突破性的祷告必须有坚韧的能力，勇敢持续前进和忍耐。还有突破性的祷告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圣洁里，我们执着，我们勇往直前。在列王记下5章1到14节，述说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和先知以利沙的故事。乃曼若在沐浴中不坚持，将会有何结果呢？可能无法得医治。然而他听仆人的话，持续遵行以利沙的指示，在约旦河沐浴7回，因而领受医治的神迹。所以突破性的祷告是持续的，一定要一致、恒心不住、坚韧不懈的祷告。雅各书第1章的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心怀恶意的人永远无法完成任何事情。其实在诗篇119篇的113节仍然有这一段经文，他是这么说：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这2段的经文提醒我们，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们，单要靠神的话站立得稳，完成所当做的事情。同时，神也希望我们在生命中借着神的话语与能力，在各种属灵领域能够得胜。只要我们愿意借着神的话语恒切祷告，有信心的祷告，神的能力必降下来，神的国度也降临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。耶稣自己知道需要恒切祷告，以赢得天父所指派他的使命。因为当始祖犯罪，使得魔鬼在地上拥有合法的权柄，所以耶稣明白，只有祷告才能胜过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赢得十字架上这个征战呢？这就是他赢得这场征战胜利的秘诀。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1
一个晚上，他在客西马尼园是流血汗横切祷告的。所以在我们生命蓝图中，如果没有祷告，我们将无法突破，我们将无法得胜。尤其在这个疫情，我们会看到末后时代更需要祷告，我们在祷告中更大的突破。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雅书第10章的12节，预备，请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，就能收割慈爱。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垦荒地，等他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在神那里有任何的成就，或是说我们无法成就任何事情，那我们一定要更坚定的、不放弃的来到神面前，献上我们所求，直到神迹发生。我们要寻求神，为自己栽种公义，要开垦荒地。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努力追求祷告，不要放弃，等到神临到，使公义如雨降在我们身上。期盼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的经文，这些经文重新激励我们，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、神话语的能力，我们继续努力，横切不住祷告，我们坚忍不懈，勇敢的祷告，我们勇敢向前跨出一步，就有如大祭司抬着约柜踏入约旦河的时候，这个约旦河就从亚当城那里停止，这个河水就立起来了，他们就看到神迹奇事的发生。一样的，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突破一切的难处、阻碍，用这样子的信心，我们来提升我们祷告的层次，直到神的公义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这个时候，邀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第一，我们一同为着我们能够一起对神献上祷告来感谢。第二，我们也求神复兴富强教会的祷告会，也邀请大家会后可以跟着自己的 RPG 小组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在这个疫情越来越延长的时期，我们仍然要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。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聚集，一起敬拜，一起跪拜在你面前，来向你呼求。亲爱的父，在这段我们必须更多来依靠自己，或是依靠线上的连结的时候，恳求你更多的复兴我们内心的火热，加深我们对你的渴望，让我们更深的渴望在祈祷中来与你连结，来知道你要怎么样的来和我们说话。亲爱的父，恳求你使我们的心渴慕你，也亲近你。愿你在祷告中深深的安慰我们的心，也怜悯我们时常需要依靠你的部分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最后这个阶段，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。在这段疫情限制我们居家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作息有时候会变乱，我们的工作受影响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为自己身心的软弱，身心灵也许有受伤，特别我们在工作上，在家庭生活，在对疫情的恐惧，我们有受到伤害，有疾病的，我们为这些事情来祷告。第二个，我们也为教会的肢体有软弱的，有生病的，有家人失去亲人的，在做静养中的，我们来为他们祷告。第三个，我们求神来兴起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小组，大家有一个参与 RPG， 就是全民的代祷、教会复兴的祷告群组，能够兴起祷告的一个热忱，我们为这些事情的祷告。我们在各自的地方为这三件事情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会在疫情当中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作息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行动、我们的外面的一些工作都受影响。我们为自己身心灵的软弱，甚至受伤，是在经济上有压力，或是身体上的疾病。求神亲自赐下你的医治。教会中也有失去亲人的家庭，有肢体软弱、生病、住院，甚至有肿瘤在治疗静养当中的。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大能医治在他们身上。主耶稣受了鞭伤，让我们都得医治。所以求你在这个居家防疫当中，我们借由联系的管道、软体，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个更深的连结。无论是小组的祷告、RPG 的祷告，求你兴起我们在不能实体见面的时候，祷告的热忱更加的复兴，让我们借着祷告托住我们台湾，能够早日走出这个疫情的捆绑。我们在你面前恳切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祷告吧的副歌，求你打开天上门。浇灌
谢神跟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同在。我们要结束前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相通，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我们这个台湾遇到疫情受苦同在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在空中一起同心祷告。那牧师祝福大家，虽然我们不能实体见面，但是我们心彼此相连结，所以我们多多互相联络、互相代祷、互相激励。特别是遇到病痛的，或是在工作、经济受影响的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让我们教会虽然不能实体见面，但是大家的心更加的相连跟连接。我们期待我们的疫情能够很快的能够结束，甚至能够降低，让大家有见面的机会。我们为这件事情来代祷，大家平安。